茂名示威蔓延廣州，最勇敢美女被扣查。呢一個少女被多個警員粗暴對待，仍然毫不退縮，都係為咗反對當局喺佢嘅家鄉起 PX 化工廠。官東琴同大約300個同樣喺廣州打工嘅茂名青年，尋日朝早喺廣東省政府門前和平請願，反對茂名嘅 PX 項目。到咗晏晝，警方突然以部分示威者冇帶身份證為理由，強行帶走最少9個人，包括官東琴。有網民知道之後就激讚佢義無反顧咁抗爭，係最勇敢嘅美女啊！部分示威者後嚟轉戰廣州大道遊行，先後到美國領事館同當地嘅傳媒機構請願，希望外界關注事件，但係都係被驅趕。對你哋反對呢次項目嘅訴求高度重視，請你哋立即指出5名群眾代表到我哋示威大院裏邊，我哋示威有關領導將會同你哋見面。而喺茂名，尋日晏晝再有民眾集會遊行反對 PX 項目，高峰時人數過萬，佢哋都高呼要市長出嚟，示威門前有大批特警戒備。至於5個臨時選出嘅群眾代表入咗示威大樓之後，就再冇公開露面啦。到咗夜晚，示威用喇叭叫民眾離開，警員仲用催淚彈清場。有茂名民眾嘅短片就影到前晚同警員衝突嘅情況，可以見到警員向天開槍，又用長棍追打示威者。有當地嘅護士話，星期日俾警方打傷嘅市民最少1人不治啊！